收看乡亲同道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评审朱慧菊。大家好，哎呀，打小王子，用兵又见面了哦，又见面了哦，又要来看你表演了哦。係啊，基本安排咩係動精彩嘅節目嘅表演，我哋大家攏等等來看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一聽大禮拜吼準備嘅節目吼，一聽本人啊，目瞪口呆的。哎呦，切天無法好講嘅啦。看到最下就跌下去咧。 下墜下，他有他的那個，我有我的邏輯哈，掉了接受那個品勝欣賞，你也就好，來 TVB 榜樣，木頭欣賞，起風眼欣賞，國寶級山歌天后李秋霞欣賞，客家高手邵銀慶欣賞。 歡迎三位先生，今天麻煩你哦，哈，啊分數記得你拼啦哈，精彩嘅話啦，哈，就多聽一下，好，好，來看，好來看呢個第一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 中上鼓勵，哇！用兵啊，嘿，一組用準備按切操呢。係啊，你看，碌卡龍輪太色全部帶出來用嘅。太阿公阿婆，四露台阿妹，露台阿妹，全部就來咧。哦，你們是一家人嗎？是好幾個家，然後組合在一起的一家人。哦，像我那個總理事長啦，哦，你這種東西因為有一種想法咯。哦，因為我唔多啲就做阿婆誒。唔小心。係啊，哎呦，一下要用到5個孫誒。係啊，係像哎呦，楊家曬李老師有嚟講，生意呢我教下。 跟我談到我親堂嘅花啊，跟我先生啊，結果我教下，所以我都講過，哎呦，做理事長冇乜嘅，冇乜計，好，誒，做得，
到啊咧，伊带到那个罗伦泰西全部过来，因为家着带碳水，啊1礼拜上课1摆，我来清优秀。啊，有带过来系咪？嘿，3尾笋咧，笋全部带做，来我哋到位啲，我哋都做到旁边中佛跟民德活动中心。是，像我们这些小朋友呢，亲吼。有像你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，请我教，嘿，请我教，嘿，要在喊我朗读，喊我朗读，做亲吼，嘿，底下都晓得讲了。世界意思，供眼神呢？什么幼稚園係啊？幼稚園係。哦，幼稚園。你看，日就同我講了，中間樣其中級都考到了哦。哎呦，中級都考到了。客家話中級嘅。行起來學，行起來學啦。啊，你亞洲村學教你唱啊，日就客太嘅會帶定亞度寫來練習。阿婆唔錯，日就係咪話？阿婆唔錯嘅，愛上錯，嘿，這個很棒吧？你看这一组哈，这一组那么棒的，那么优秀的，母鸡带小鸡的概念啊，然后我们的客家话好，继续呢发扬光大出去的。冇錯，好，唱的你给评审欣赏哦。有唱都是评审欣赏。小欣賞。阿婆叫安多，安多生。没啦，叫唔該啊。阿婆唔該嘛。正言當講講。太太謝謝伊還有阿公，我太太安尼真歡喜啦哈，多子多孫多福氣，我教安尼客家話真強哈，安子說。你看要一份那种传承的感动啊，就可以感染到俺的上面评审欣赏哎，哦，老师都说你们很优秀，很厉害哦。哎呀，看来个看呐，拿奖金的哦。评审欣赏哈，本来你掠团，掠团嘛，家族大家族啦，一家人，羅倫泰西，羅倫泰西嘅家族吼，得到幾多嘅分數嚟？怎么称呼？秋田。秋田。对，就叫秋田哦。对。不是一总要有一个姓嘛，你姓秋，他就姓秋，名叫田。得到幾多嘅分數嚟？係，夾嚟看，夾個。Kimo，球啊，欣賞加油哦，肖老師加油。14，才14哦，數年呢啊？那是。哎呦，這個都是5分滿分。獎金拿出來。好棒！啊，來，整理製造。哎呦，紅包一開寶哎！好，謝謝。有歡喜冇？有啊。下一轉再來好冇？好。剛剛聽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，謝謝。上台我
望大家。中山区的张玉明先生，好糖哦，按好糖哦。嘿呀，谢谢。嘿呀，太谁了？好冲果，好拍一球的。摄没冲黑的。唔会歹势啦，高尚清亮啊。呀，你长得又那么甜美。谢谢谢谢。冲过一球的呀。俩冲三个，冲是冲一九冲19年有嘞。19年哦。对，迄上冲啊都紧哦。迄落会章福冲啦，落会章福大鼓啦。哦，有限的样来学的，系咪？哦，做啊。香港人福冲过，伊没有出去比赛系嘛？有啊。有哈，得到个名次。第名。第名。人系无言，是无言。无言。哦，含司机含钱多啦。因为读到个秋夏先生系嘛？有啊。啊，有啊。他很严格。哎，对。用办讲。懂严格的呀。甲件公平就轮到伊系咪？系啊。老师用办。用办你。什么读懂？第一名就无言，为嘛解呢？三个字吼，安尼讲，在安尼三太条嚟讲，也结果我哋果难推啊。按你讲，你三个字创了吼，基本条件就会，中意讲诶，你熬丝，还有狗润的时间，你狗唔起，你是从带家人从上去，师傅夹把hand到诶。哦。诶，师傅夹把hand到诶。就错。唔记被鬼打到。我哋你也唔係切嘢，哦，我哋你也唔係切嘢吼。好啦，安尼講重點吼，就你潤醬油，但是魚加油糖落米中不足嘅時候，你魚嘅時間，我加人講嘅吼，你叫你要買潤中，啊，安嘅，我當然要好嘅人你加油，唔過你貴啲嘅蔬菜，我只能講，安尼高鹽嘅時間，你魚油少許不足，你一點去加油落去，我相信你嘅歌曲會唱啊更加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抽獎一下。来快喊个分数，我喊你们。好了，三位先生，来，三位先生本来那个用名设计哈，得到几多个分数嘞？肖老师，你不动于衷，来，再来。肖老师有话要说吗？好了，慢滚。谢谢。用名设计。好，谢谢。保量前头哈。阿姐，给你第一名。今日同荣幸一第一名，那都奖金。哎呦，你此生无憾了。喂，也得到第一名了啊。他后面还有很多第一名要拿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？你不会说话的话，刚刚你就看下一组的表演。Expand your mind. together, 两个心灵爱数多嘞。
呦，掌声鼓励。欢迎我们老师，来，我们老师怎么称呼？秋田。秋田。秋田。对，就叫秋田哦。对。不是，总要有一个姓嘛，你姓邱，他就姓邱，名叫田。啊，我想说是那个狗狗叫秋田，你有看过吗？卡通啊。我没有，那个老师好，我们老师不好意思。对。你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，你认为你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因为都是女生，所以还蛮有趣的。因为女生难免有时候就是有点心思比较细腻一点。有没有几个比较特别的？比较特别吗？长得吗？不是啦，长得比较特别，那全部都要出来了。比如说很会跳啊，还是有出国比赛啊？对啊，还是说有那种稍微谈恋爱的就不专心跳的？有没有？那太多了，讲不完。但我们有一个就是长得是马来西亚，所以她非常漂亮。马来西亚的朋友啊，你挡到了，姐姐你挡到了。哎呦，马来西亚的，他还蛮会跳的。来台湾念书，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混血。你是混马来西亚跟台湾的。妈妈是台湾人，妈妈是马来西亚人，爸爸才是台湾人。很漂亮。这个上课认真吗？很认真，超认真。对。那这个呢？更认真。对，为什么？他是等于是你的小帮手，对不对？我的社长是我们肉社社长。为什么这个社团很奇怪？为什么没有男生？可能是女校吗？我们有男生，但因为男生今天不能来录影。对。比较大牌就对了。对，派女生。比较怎么样？比较大牌就对。比较大牌，没有，可能是下一次要分批哈，因为我们舞台今天不够大。对。等下一次男生再带来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老师也这么年轻，这么样的一个，又会跳，应该很会跳舞。还可以啦。什么应该很会跳舞？本来就是会跳舞。老师没有露两手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跳？露两手。谢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听看看舞蹈老师的奖品哈。唱那个齐先生。全部是客家人嘛？有听得懂客家话的吗？举手。你们都是客家人吗？没简单呢。不是客家人还会喜欢客家的音乐、客家的歌曲，不简单，没简单。看到声音是在很等一下啊，我们穷阳看到的声音是在由心里面喜欢，非常的喜欢这些年轻的。认同我们客家文化，然后用客家歌曲来编舞，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我本身也是专门编客家舞的。是，希望你们下次继续用客家的音乐这样传承下去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客家的音乐、客家的歌曲。他们说好哦，好哦，每一个都富青春活力，这样跳起来非常棒。我教你们大家讲一句，就是暗自 say 什么你。就是谢谢老师哈。暗自 say 什么你？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？一起跟老师说好不好？来1、2、3。暗自 say 什么你？很标准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尤其嘿年轻的一些晚辈，愿意投入这样子，很棒。那老师，那剩下的男生就下一批的，你再帮我带来。没问题。OK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分数。好。看那个热血，投入一些很热血的一些年轻人，得到多少分数嘞？4，哎呦，昆秋肖老师总是比别人慢哈。15分。有嘞。15分满分，照惯例就是把这包红包当奖给你们哈，只能拿出来当公费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们认同吗 ？OK。高兴吗？好，高兴。我不相信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呢。太怎样？太少是不是？太少是不是？我们尽量努力争取啦，好不好？下次再来哈。对啊。天司机头先给观众朋友们。天司機觀眾朋友，夾打電話來報名，係第一定麥嘅。係啊，夾來報名哦，今日感謝你3位評審先生。係我哋所有嘅參賽者。係。同情同樂啲，太假來上啲，我哋下次見。
谢谢。